關於廣州市區目前最長嘅巴士線路呢，就係由花都行通所運營嘅703路啦。咁呢條線嘅走向呢，就係從舊機場電車總站開出，途經三元里、新市區、聯和之後，一直沿住廣花路，就其中有一段會行入下花路，再接出去廣花5路之後，就開往花都區嘅紅荔路啦。咁佢全程係43.9公里，一共49個站嘅。然後關於呢條線嘅最早歷史呢，就已經係揾唔到資料啦，只係知道佢當初呢，就係一條由機場路開往廣州北站嘅客運班車嚟嘅。之後喺2008年呢，就進行咗公交化改造，然後呢，就賦予咗佢703路嘅線路編碼，並且喺花都嘅總站就同步調整成為花都萬科天景花園嘅，全程票價係6蚊，並且呢，係沿用咗有人售票嘅方式去運營嘅。只不過呢個模式呢，就持續咗大概1-2年之後就變成咗無人售票啦。然後到咗2020年啊，703路就係從花都萬科天景花園總站變成咗花都麗虹路總站到廣州機場路總站嘅走向啊，並且呢，就一直保持到而家啦。基本上呢，除咗沿途嘅站點增加、減少或者改名之外呢，703路成個調整都唔算好頻繁嘅，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咁樣樣啦。然後到咗2025年啊，廣州公交經歷一個票價大調整之後，703路呢就從原本嘅6蚊直接打咗個5折，變成咗3蚊，並且呢調整成為分段收費嘅。咁呢個呢都算係從廣州到花都之間來往居民通勤嘅一個小福利嚟㗎啦。咁喺配車方面呢，703路嘅配車大致係可以分成3代嘅。喺線路啱啱開通嘅2008年嘅時候，703路就全數配備咗柴油宇通嘅 ZK 6108H GC 嘅。跟住到咗2014年，隨住花都行通購買咗全新嘅海格 KLQ 6109 GC5 之後呢，就作為線路嘅主力車使用啦。然後到咗新能源時代下，目前703路係會全數配備25台嘅廣汽比亞迪 GZ610 LG EV4 去行走嘅。咁呢啲車呢，就俗稱第一代嘅 K8啦。而且呢703路嘅配車喺晚黑仲會兼職行埋夜87路嘅。只不過呢，個人上個月親身經歷嘅夜87路全程開20嘅事件之下呢，就唔係好推薦睇視頻嘅諸位乘坐啦。最後呢，就係呢條長達44公里嘅703路，一直呢都係比34公里嘅808要長好多嘅。只不過呢，由於線路本身嘅歷史唔算好長，並且發展到而家呢都冇咩傳奇嘅點，所以呢就導致大家對佢嘅共同回憶點係比較少嘅。所以有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呢，都係咁樣認為嘅，就係自從市區嘅3、4截短去咗嘉禾天耀之後，廣州市最長嘅就係808啦。其實呢個呢一直都係錯誤嘅，因為最長一直都係703路嘅。